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6下晡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请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驻美代表驻大雷环单位会当好好调查行医前公道。引入印度劳工，劳动部长何培山讲会有2种模式，包括直接聘用，也有透过中人介绍，初期先试办看卖，人数未超过1000人。高雄一个8岁查某囡仔着 A 型的流感，刚刚发病4天，却不幸死亡。经过调查才知影是无注流感的疫苗。卫生局呼吁高风险族群赶紧去注射。好，这条天呢实在是真烧热诶！这爱食海产，甚至是爱青食的人，都爱加注意啊！伫个台中是有一个姓林的男性，伊参朋友做伙去食海产，佮家己烘这个蚵仔来食，结果食煞开始来走腹，甚至佮买呕买吐。伊的朋友也共款有一款镜头，6个人是烧连线去住院，医师就判断讲，这可能就是食着水产当中的肠炎弧菌所引起的食物中毒。也那台中市食安处也已经派人去到餐厅来稽查，而且佮甲检体送检。画面当中会当看到一个查甫人入去到急诊室，行路过会贫，看起来是真艰苦，随着倒伫咧病床接受治疗。伊表示家己有并发甲一直装便所的状况，才想着顶礼拜甲朋友做伙去一间餐厅食饭，了后就出现镜头。有可能是吃到像肠炎弧菌啊之类的。细菌感染的海鲜食物，严重的症状会持续这个4、5天到10天都有可能。它的症状的表现，主要是以上吐下泻、肚子痛来表现。这位姓林的查甫人18住院了后，第19又有2位甲伊做伙去食饭的朋友，嘛出现相同的镜头来病院。另外，甲因同一天去同一间餐厅食饭，坐无共道的3个亲情，嘛是出现并发装便所等等的状况。虽然2道食无共的菜，不过同款拢有食家己烘的蚵仔，前后拢总有6个人去住院。考先科一般就是会怕加热不完整，加热不完整，其实它的肠炎弧菌跟这个沙门氏菌都会潜伏在肚子里面，它就会持续在那边作用。学者表示，最近天气烧热，海产着较高的3型霾菌，其中肠炎弧菌是上接看到的。这个霾菌多数拢袂冻烧，所以大部分民众是食到无青，也是煮无熟的海产才会排腹肚。建议民众都爱尽量避免食到青的海产。若是海产无冰，嘛莫超过10分钟至15分钟，才会当确保食食的安全。因那台中市食安处嘛派人去了解调查食材甲餐厅的卫生环境敢有符合规定。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咱的驻美代表如大雷，伊互人亚康。记者综合报道。国防部长郭立雄去到立法院备询，也毋过大家的焦点颠倒是伫伊身躯边穿西比路的参谋总长梅家秋。这个梅家秋，伊是让25档才个来到立法院来报告汉光演习的规划。伊讲，这就是伊家己应该爱做的代志。5天4暝的操演是要求实兵、实地，也阁有实时，而且是袂有剧本的，互咱的国军会当有实战的气氛。国防部长郭立雄26到立法院备询，不过各界注意的重点是梅家秋，搁再有参谋总长入去到立法院报告汉光演习的规划。总长的出席能够让社会大众甚至媒体朋友更了解我们国军，更支持国军。我觉得这是我个人应该做的，非机密的这些事务来去做说明。我们是应这一个召委的邀请，跟汉光整个这个统裁部是由参谋总长来负责。常态的情况之下，应该还是由部长我。对今年的汉光，国防部指出，5天4暝的操演会以实兵、实时、实地3大要求，全面取消电视性的科目，也透过连续性的状况诱导，无剧本的设定，可能是6年以来上接近实战的一摆。也拿国民党的立委关注，是安怎这届的汉光取消本岛的实弹演练。是取消那种像汉光展示性的这种，但是我们年度的这种实弹的训练没有少，反而增加。临机的方式引起了相关的这些的一些的安全的事务，所以我们在本岛的规划还是以他去熟悉他的作战环境，他还是会有一个中心化的指挥，这个不变。当然，但是他会有一个指挥链一定会在对，但是会有去中心化的行动。ROE 接战规则就要很普遍的下放到很基层的单位，告诉你在什么样的状况下，你就可以采行行动，
你就可以使用武器装备。魏家秋强调讲，启动新华的指挥官制是今年重要的训练目标，分做5大方面。各级指挥官清楚任务，得到充分的授权，清楚责任区甲交战规则，也佫有独立的作战能力。甚至会严正到每一个单兵手头拢有作战规则，培养基层的部队有独立的作战能力。记者综合报道。国会这款法案伫总统签署公告了后，今仔日正式来实施啊！除了总统府甲监察院已经确定会来澄清释宪以外，今仔日立法院民进党团也开记者会，正式来澄清释宪，也去到司法院来送澄清书。拉弓已满，我们首发射箭，宪法已经失血了。宪法进入 ICU 加护病房，宪法即将装上了叶克膜，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关键的时刻。我们要抢救宪法，所有的违宪乱政，所有的作为，因为已经侵犯到行政权，侵犯到司法权，侵犯到监察权，所以它是一个绝对是现成怪兽。这个一定要紧急处分。郭建明强调讲，包括民进党团、行政院、总统府，也佮有监察院是做伙来澄清释宪。这是台湾历史头一届，伊也希望讲，就是最后一届啊。针对国民党话讲要来抬大法官的预算，伊是批评在野党未输乌道咧，敢对抗宪法，煞唔敢来对抗中国。另外，针对释宪，郭建明是表示讲会尊重大法官释宪的结果。好，另外，咱要继续来关心的，就是针对引入印度劳工的议题。劳动部长何培山是讲会有2种模式，包括直接聘用，也有透过中人的介绍。伊也强调讲，这初期就是以制造业为主，会先来试办看卖，所以引入来劳工是未超过1000人的。台印双边4月初已经签劳工合作备忘录 MOU， 立法院卫权委员会2日审查备忘录的内容。立委先关心引进的模式，也有因讲到的扩大直聘，是不是已经建立固定的一个对口来处理？如果采政府对政府基础机的直聘，我方雇主人力需求如何提供？印度方它本身没有直聘的制度啦。我要跟您报告，这个直聘跟我们现在传统的国内直聘这是不一样的哦。好，所以这是一个全新的尝试。立委阁问劳动部要开放什么产业，初期引进的人数，也有希望对民众讲清楚。何培山直接讲，初期引进的人数未超过1000人。类别会有哪一些？这个时程会是怎么样？它初期是会制造业为主，而且初期是非常小规模的，大概1000人左右而已。最快也要1年以后，你才会看得到这样。立委阁再问民众对引进印度移工，敢会有冲击台湾社会治安的疑虑？劳动部是要安怎解决？外媒报道就是印度每15分钟就有一个性侵。这个是很可怕的。他有英语能力，好，比如他一定程度的技术能力，包括他有良民证，好，等等这方面的检查一定都必备的。进来之后还会有一定程度的规范跟讲习，然后必须要让他了解台湾的法治是什么样子。何培山强调讲，劳动部已经定顺过工种，一定会把产业需求，也有雇主的管理能力来列入考量。初期会先以制造业为主，可能嘛要看来台湾了后适应的情形。若无适应，就可能甲过去引进蒙古移工同款，5年了后就拢无来啊。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推动智慧航安，就是希望讲会当符合国际安全的规范。目前已经设备好势的智慧航安平台系统，伫启用了后，这个发生严重海难的几率已经对25%降到19%。也毋过，咱的调查也是认为讲，这个引水人骹手是无够的。另外，航港治安也有海洋观光的问题，也个是有真济需要改进。希望使用科技守护航管的安全。智慧航安相关的计划小连续推动，从109年到113年，已经投入18亿7200万。不过，立委认为讲，无论科技佮安怎进步，目前也是爱靠全台湾，敢若剩102个引水人。呼吁航港局都要赶紧检讨感受卡手无够、地势过劳，或者是下港资源等等的问题。在这整个引水人的培养制度方面，一要严谨，2真的要延续啊！现在每2年定期办理招考的这个机制。
为113年到116年，会阁投入总经费19亿3400万，互地回航案升级2.0，甲防场海峡监控的范围为673平方公里，扩大到4000平方公里，而且提升地回航案资讯平台系统准确收容预警的准确率。智慧港湾港口的相关计划推动还有办理，那有没有针对治安来做维护升级呢？关键基础设施在国土安全处的这个办公室的要求下，治安保安是2大重点。除了航安以外，立委嘛希望交通部会当兼顾海洋的观光，放零游艇的限制。我从台南到高雄玩，我不可以离开，我一定要再回来台南。然后假设你去澎湖买东西，你不可以拿上船。航港局已经开过公听会，大家都认同，有些应该要赶快修订。因为已经建设完成的海事中心智慧航安资讯平台系统，化被动为主动的监控，针对航线有各样的船仔主动发出警示，启动应变的准备，为90分钟缩短到10分钟。海事的案件嘛，为2021年要200件，到2023年降到149件，严重海难的发生率为25%降到19%。记者综合报道。好，天气有影是真烧热，连续几日天的高温，毋若是人强要挡袂牢，就连这个季节嘛是共款。伫咧云林这几天就出现38度的高温，当咧生的无骨感是因为这个皮真薄，惊晒咧晒过头，所以当地农民是伫咧果子的顶头喷一张石灰来帮助果子防晒。也若种往来的因是抽乌色的芒仔来防晒，步数真短，就是希望讲会当尽量减少损失。农民无用利用乌色的网仔，甲往来砍掉咧，避免遮准备会当采取的往来，因为高温晒入全安的损失。云林正往来农民讲，最近小连续出现38度的高温，有一些往来就因为安尼晒着伤，所以平常时在你咧工课就要做好势。网仔无讲真密啦，较茫茫啊，茫茫的时阵，你就日头中伊就烧咧，像这遮热天哦。差不多1-2点钟，伊就变成安尼啊。农民表示，伊种2分地往来，不过最近受到高温的影响，收成已经损失1成，才会不时就来巡果子园做防护。也若无搁柑仔园，农民是已经铺一层石灰粉来防止晒日，就是惊日头晒过度会生斑，影响外观。若无喷这就无效啊，拢叫晒伤去啊。这就是爱喷这个叫做钙粉。你若无喷这吼，到尾后头拢无哪收啦。农民表示，这一层白白就是人咧讲的石灰粉，毋是农药，会当阻挡紫外线，保护木骨感度过热天高温，避免12月采收期减少收入。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这天气有影是真烧热哦，除了云林38度，今仔日早起伫咧高雄基丁也出现39度8的高温，一直到今仔日下晡1点为止，中央气象署已经针对全台湾18个县市来发布高温警示。专家讲，今年这个反圣婴的现象正在发展，毋若是热人愈热，这风台的数量也会较少。也若这个反圣婴现象到底是啥物呢？咱就请吴欣为大家说分辨。是主播无毋对哦，最近的天气啊，气温是直直升高。今日气象署就针对18县市发布高温特报，尤其伫咧屏东是红色警戒，要注意38度的极端高温。今年咱台湾夏天的愈烧热，就是因为反圣婴有发展的趋势。要啥物是反圣婴呢？就是讲啊，伫咧赤道、中东太平洋这边海水的温度哦有降低，也规个热带太平洋海面的气压是西边这边较低，东边这边较悬，意思就是讲东风变透。东风变透会甲愈济烧热的海水流向西边，西太平洋这边海水的温度就会变烧热，对流会变旺，也水汽会变高，意思就是讲较高来落雨。澳洲啦、东南亚地区啦，伫咧反圣婴时期呢，就要注意到雨水。也反圣婴当时会来发生呢？反圣婴主要是咧春天尾也要热人的时阵会来发生，平均是2冬至7冬来发生一摆，持续2冬至3冬哦。也反圣婴发生的时阵，咱台湾伫咧热天所落的雨水会减少。气象署的
预告讲今年啊7月到9月这段中间，咱台湾因为反圣婴夏天的雨水来减少，也伫咧秋天的时阵，东半部地区就要注意，因为东半部地区啊，尤其是伫咧东北这边呢，因为反圣婴的关系，伫咧秋冬天雨水会增加，较敖落雨，甚至爱来提防大水雨。也反圣婴反映伫咧气温，西太平洋地区，像讲咱台湾，像讲日本甲韩国就变讲真烧热，尤其啊是反圣婴伫咧发展，咱台湾夏天会愈降温，会变愈烧热。今年热人就要注意极端高温，专家提醒讲哦，就一定要提防。也热人到啊，大家拢会关心讲敢会做风台。即马因为反圣婴有发展的趋势，所以伫咧西北太平洋风台咧形成，位置会较向西北，也而且呢会离咱台湾哦较接近。也因为离咱台湾接近，离陆地接近，海面啊形成风台的时阵，风台可能啊。点无偌久，就会受到破坏。风台的强度普遍来讲呢，会较弱，主要啊是以轻度风台为主。气象署就有针对今年风台形成的数量去估计，按算讲是无济。预估啊，伫咧6月到11月这段中间，风台伫今年台湾咧做的数量咧，按算呢是2粒至4粒，数量是讲正常，甚至讲啊是会较少的哦。也气象署嘛提醒讲。逐摆反圣婴事件拢无共款，历史上啊，前到当无讲出现一模一样的情形，所以讲典型的特点袂讲逐摆拢出现，也是爱观察。也即马天气又是愈来愈热热，请观众朋友爱注意身体，避免着沙。以上就是今日解破新闻，甲时间交等有主播。好，多谢吴欣遮尔详细的解说。继续咱要来关心的，就是一个台湾的女性去到北流畅水，结果呢，伫咧海关的时阵去互人带去房间来搜查，毋是规身躯互人摸了了，这个海关呢，佮要求伊爱脱衫裤，互伊家己是感觉真委屈。咱的外交部是回应讲，即马已经有甲北流来查证，对方是强调是依法来搜查。咱国也表示来尊重北流因维护国安的立场，也毋过建议伫咧安检的时阵，应该就要好好甲当事人讲好清楚。听过脱衣服，但是没有听过要检查私密处。叫我示意把我的屁股搬开。我就是去潜水的，我没有要去干嘛。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被对。我蛮意外的。讲起代志发生的经过，也是真惊吓。过来一个查某囡仔甲好朋友10外人，小约去北流畅水。入境当地机场了后，敢若是等待出关到点外钟，就先去便所才回来提行李。毋过当事人控诉身份查验、行李检查拢无问题，向向互海关带到房间内底，毋但要求全身烫光光，甚至连私密的所在拢详细检查。大使馆后来有了解嘛？了解的后来跟我们讲说，是因为上个月有大陆人跟2个帛琉人去把毒品塞在私密处，也没有台湾人在那边贩毒，那为什么要对台湾人加强检测？透过咱驻外馆了解，北流的加强查验，原来是由中国人甲当地人进行将毒品藏伫私密的所在，想要闯关。毋过原本欢欢喜喜吹佚佗1年8全部变掉，也互当事人满腹委屈，感觉真见笑。我国大使馆向帛琉政府相关部门查证事件原委，帛方强调，本案系依法进行搜查，对帛琉民众或外来旅客都一视同仁。我方尊重帛琉政府主权行使及维护国境安全的立场。虽然外交部表示尊重帛琉政府主权行使维护国境安全的立场，对外籍人士入境有审查甲准驳权，毋过伫这场代志了后，已经向当地政府建议，执行安检进程应该妥善向当事人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代替229车厝的新竹强号，伫顶礼拜5经过花莲清水磅空的时阵，去拄到土石流。目前，这个相关的调查虽然讲要搁咧进行，也毋过代替所传出讲现场监视器的画面，有去看到意外发生进前的19分钟，就已经知影有土石流啊。也毋过，这个值班的人员煞无通报，所以到底敢是单纯的意外，即马外界是真怀疑。6月1日下晡4點30分，監視器畫面因看到清水客水會已經開始淹過代替陸橋，畫面有19外分鐘煞無人通報的車長，代替內部人員看不落去，找媒體壓出來。從發生土石流到出了事故，
总共足足有接近20分钟的时间。监控系统的观看人员他是专职人员，那这20分钟到底人在哪里？是天早也是政府立委要求交通部针对代替各警系统展开调查，尤其针对监控警力甲相关各警设备，要赶紧盘点调整。告警系统它会如果有状况，它是会提供告警，那会跳出画面来的。对，这是有告警系统的部分。如果是没有告警系统，像这一次有吗？在这次这个是辅助系统的监视系统，所以他没有办法在及时就提供相关的告警的讯息嘛？是。实际到代替伫花莲港部段的监控性，目前监视系统分做2种，一种是针对路州的高警系统，一种是甲中央气象署合作的武警系统。目前媒体公布的监视器画面是水前监视器，无法度告警。那我们这个画面是辅助我们看水情，就是说这个地方可以看得到大清水溪的水流状况。那我们的雨情系统，气象署有设置一个雨情系统，也没有达到预警值，所以说就按照现行的 SOP 是不需要去调阅。公部端强调，目前橄榄营先将水前监视器24点钟拍开，用静力方式监控。另外，若是有大水害的时阵，气象署也会主动通报值班室。目前已经在研发新的高警系统，对任何铁路造成威胁的一切，拢会通报。记者综合报道。民生的消息，咱要来看，这通货膨胀，各项物件拢在起价，就是咱的薪水原来是无啥动静的。人力银行也来发布一项调查，讲有超过90%的新劳对家己的目前的薪水是无介满意，原来这个比例是6年来上悬的纪录。喷酒精过来加到面切互清气，40岁林先生做过清洁摒扫人员、物流人员等等，当今领上低的基本工资，干那要负担基本开销就真吃力，想要活工课也无简单。过这个年纪，一样的工作的话，一般的公司会，当然我愿意花时间挑年轻人。这份工作基本上就是饿不死，但你真的要存钱是非常困难的。比较深色的部分，凉爽，对，会比较遮光一点。顶前甲客户小解糖仔梨的材质，35岁的简先生除了做糖仔梨装潢工课，也兼走外送甲求保险。真无简单，每个月通收入4万块，要是感觉赚的钱赶袂赴物价起价的速度。是每个月还要给家里钱，然后再加上3餐在外面吃，然后因为我做外送，那个车子1个月就要花了大概6、7千保养，然后每天加油，这样子1个月1万没了。人力银行的调查发现，有过90%的新劳对目前的薪资无满意，比例创下2年以来上悬。民众上希望政府要面对薪资无起、关厝价厝税，也有物价直直起3大问题。人力银行建议要立法规定，企业10年要拨一定比例的盈余给新劳加薪。就是政府可以立法要求有获利的企业呢，可以调拨部分的盈利，然后平均的帮员工来加薪，这样可以带动整体上班族的薪资成长。劳动部对这个建议暂时无提出回应。另外，因为今年施行的制定最低工资法，2日下晡劳动部会举办最低工资审议会暨咨询会联席会议，会关注上升的物价指数、经济成长率等数据，未来提供予最低工资审议会讨论明年的最低工资。记者龚林玉凯台北报道。台电一直拢咧了钱，这几天因是讲，这个学校、农企业也有社福单位的电钱是未起的，也毋过这费用甲成本之间的政策，就要由主管机关来甲补起来。教育部长陈英尧就表示讲，平均的电钱也有电价成本这之间的政策咧，已经由行政院来开协调会，教育部会来支持学校，对114年开始，就会甲政策的费用全部拢补起来。新的电池制度对4月初一上路，电池平均是起在拍左右，不过学校、社福、农渔单位起的部分，目前也是台电家己来贴。差非常多，小的学校像我们学校可能差个几千万嘛，可能大的学校上几亿都有啊。不过台电最近就表示，学校、农渔、社福单位的电池即马起的部分，拍算无爱搁贴啊，就应该交予主管机关来补贴，嘛已经发文通知，讲这补助爱回归予各单位家己办理。教育部长陈英尧表示，行政院已经召开协调会，请各部会来编预算。在成本跟平均这个电价的这个差额，
我们教育部会把它编注，所以也请我们所有的这个学校放心。地营也表示会依法支持学校对114年度开始甲差价补助，不过也是无讲这补助敢是干那公立大学才有。私立大学校院协进会理事长何明果就表示，私立的嘛应该爱补贴。电费涨价能够全额补助，不然对学校的压力很大。尤其是学费已经蹦涨18年了，去年的话，其实人事费调涨也非常的高啊。何明果表示，即马电池咧起，人事费用嘛增加，不过学费已经18年无起啊，若阁袂使起学费来补电池，教育部嘛应该编预算来补贴，减轻因办学的压力。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让这民众会当食了更较安心，食药署伫今年7月份开始，就会严格来管制食品当中的重金属。毋但是这个营养食品，也有动物腹内重金属的标准会掠搁较严，这果子、豆仔的重金属限制量也会加入。若准违规，除了这个产品爱销毁以外，上重阁会罚代票300万。也若大家拢爱食的巧克力，这上紧伫明年1月份开始，也会对例来限制重金属的量。无共款部位的腹内放伫市场的搭，袂少人会买当去煮。为了让民众食更较安心，卫福部强化食品当中重金属含量的限制，其中国人较常常食伫腹内重金属盐的含量为0.5 ppm 下修到0.15 ppm， 禽类由0.5 ppm 调降到0.1 ppm， 牛羊的腹内为0.5 ppm 下修到0.2 ppm。情绪内脏类食品是国人饮食中的其中一种重要的食品，所以我们也加严来管理。从113年7月起，我们加严管制食品中重金属。也针对特定营养类的食品加重重金属盐的含量，加精淀镉的含量，佮针对混装食品甲营养类饮品做出无同款含量规定，希望大家佮较全面的保护。另外，椰果、油脂类也是这几年个人真介意的食品，为加强管理，也增加这重金属的镉的含量。铅中毒会造成人体很多器官的危害，包括慢性贫血、心血管疾病，也会影响肾脏功能，也会导致一些神经系统方面疾病。如果我们的加工食品或食物中含有镉的话，那大概人体6% 会被人体吸收，长期化也可能会造成镉中毒。原本也伫这一摆有个加减范围的巧克力，伫有个评论期间，小数受到专家建议标准要甲国际接接，所以也应该下一摆。在评估以后，那 Codex 有定新的标准，所以我们就从善如流，把巧克力的部分重新规划。林金虎表示，下中客户个若按照行政流程，巧克力重金属含量新规定，上紧明年1月就应开始。记者综合报道。环境部公布国家温室气体排放的统计，2022年温室气体排放量是比前一档减4%，也毋过若准是甲2005年来相比，是敢若减1.77%尔。而2025年这个10%还阁有一段路要行。部长彭启明就坦白讲，这就是一段真艰难的路，要达到标准，敢若会当继续拼。在疫情期间，台湾交出经济成长率2.6%的成绩单，温室气体排放阁保持负成长。环境部公布上新排放清册，2022年比前一年减排4.07%，毋过时间有较长的，定比2005年减少1.77%，离2025年要减10%，搁2030年要减24%，差非常大。连环境部长彭启明伫参加活动演讲时阵，拢讲达标伤困难啊。我为什么来接下这个工作？就是我知道那个 gap 很大，那我有使命来做这个事情，来减小这个 gap。当然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任务，但是我们必须要有这个信念去完成它。真歹做的工嘛，袂当双手一棒。彭部长表示，除了单台新科技发展，眼前嘛是爱拼。绿能的发展能够加快，然后赶快找到一些新的科技，拼一下，我认为还是有一些机会。学者指出，联合国气候峰会 COP28 宣誓，全球减碳重要方向，就是互化石燃料退场。但以目前国内的能源结构来看，确实是高难度。但台湾设定2030减碳目标，比起欧美国家，一定会当讲是拍对折。敢要做会到，就看决心。
我们现在的电力的碳排放系数一定要设法降下去，因为每度电差不多背后代表了500公克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啊。如果说这个不减下去的话，我们做的所有的事情依赖的台电的话，我们的碳排放系数一定都非常高的。反对小团的分林卖了电厂延役，宽谈批评政府为着要满足产业的用电，就来支持火力电厂火力全开，还是使用化石燃料。那这个情况之下，说要达到净零碳排的目标，我们认为这就是缘木求鱼啊，很困难。2022年伫经济成长之下，温室气体排放阁会当下降。环境部自评是检讨前段班，但好成绩敢会是昙花一现呢？眼前毕竟呢，2025年减排10%目标，若政府想要达标，有可能靠拍拼嘛，还是爱靠技术呢？记者林俊文、吴家宝台北报道。国际新闻，咱要先来关心的是，肯亚这个国家咧反对政府要加扣税，到今已经抗议1礼拜。6月25日，民众要冲入去国会，结果煞互警察甲开枪，至少有5个人互弹着死亡，数十个人着伤。也那示威的民众，伊是喊总统爱落台，也毋过总统煞讲政府就是互危险人士来甲威胁。示威的民众伫首都奈洛比国会大楼头前想要冲入去，甲警方发生激烈的冲突，有人不幸着枪死亡，嘛有几10个人着伤。警方发射的催泪弹伫涂骹冲了真紧，而且随着看到街仔路有人倒咧涂骹爬袂起来。美国前总统奥巴马伊共爸告母的小妹嘛是示威者之一，嘛受到催泪弹攻击。有部分的抗议人士成功走入去国会。迄当阵国会议员当咧审议受到争议的加税法案，法案一通过，原地封锁的国会，甲总统府外口的街区互突破，议员向公为地下道离开。也若投反对票的议员，示威者是放因走。其他的城市嘛有几下抗议行动。总统路透的故乡西部城市爱多瑞特的百姓嘛要甲放出去。路透讲，即马国家安全的问题是伊第一个考虑。Kenya experienced an unprecedented attack on its democracy, rule of law.and the integrity of its constitutional institutions was infiltrated and hijacked by a group of organized criminals. 肯亚经过新冠疫情、罗西亚乌克兰战争，连续2年可花甲钱变薄，百姓伫经济冲击之下，生活是真艰苦。路透为了解决财政赤字，提出大规模征税计划，碳甲石油要扣征达税，安尼国库会当增加27亿美金的税收。不过，这嘛，互 Z 世代为主的少年人是真不满。就算政府有让步，答应要取消胖、加油、汽车所有权甲金融交易等等扣的税，不过这对示威者来讲也是无够。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再来看法国国会大选第1轮投票前5天，3大阵营是来进行电视的辩论会，对经济、退休也有国籍等等的议题来表现各方的看法。特别是民调排伫第3个执政党代表总理艾塔尔，甲民调领先的国民联盟的领袖巴德拉，两个人是相打甲真激烈。Les Français m'accordent leur confiance, je serai le Premier ministre du pouvoir d'achat. Je serai le Premier ministre qui veut rompre.avec l'indifférence et la brutalité de ceux qui nous dirigent à l'égard de millions de Français. 加入派国民联盟28岁党主席巴德拉，期五伫法国电视1台 TF1 举行的电视辩论会，展示一张电钱的笑单。伊讲，若上台就减少电力甲燃料费的征达税，而且互30岁以下少年人减税优惠。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开始拍以来，生活成本是一直增加，百姓拢有怨叹。辩论的各方拢伫咧争安怎降价物价问题。总理艾塔尔就一直质疑巴德拉，伊开出的120亿的欧元选举支票，到底钱要对倒位来？ Que nos élites vous allez vous auto-exonérer d'impôts. Être, pardon. Bah, ça veut dire que vous allez vous auto-exonérer d'impôts, vous avez moins de 30 ans. Je vais vous dire pourquoi est-ce que je dis ça, pourquoi est-ce que je dis ça, Jordan Bardella? Vous n'avez pas seulement maquillé... Pourquoi est-ce que je dis ça, Jordan Bardella? Je dis ça parce que je trouve cette proposition totalement hors sol. Pourquoi est-ce qu'un ouvrier de 31 ans paierait des impôts et un consultant ou un trader de 29 ans arrêterait de payer des impôts? 而且，互马克宏任命做总理，即马35岁艾塔尔。
辩论的过程当中，一再强调家己是有实际经验的老鸟。菜鸟的巴德拉提出来的主张根本就是空嘴报纸，而且攻击巴德拉提出的禁止双重国籍者担任敏感战略性职位的主张。巴德拉生气大声回应讲：“若准你会当互信道，今仔日大家拢袂伫遮。”意思就是讲马克宏伫欧洲议会输惨惨，佮罕见宣布解散国会的行为。规场电视辩论啊，亲像徛关山看马小台的左派阵营新人民阵线的代表邦帕尔表示，要按照民主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甲另类全球化的政策来重建法国，反对马克宏政府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反对国民联盟极右派民族主义甲民粹主义。Par exemple, il y a un travailleur sur 10 dans ce pays qui est un travailleur immigré. Eh ben, je vais vous dire, plutôt que de les dénigrer de manière systématique, vous devriez les remercier. Vous devriez les remercier parce qu'en vérité, ils occupent des emplois qui sont bien souvent essentiels à la vie de la nation. Que contrairement à ce que vous dites, les immigrés en France, ils ne coûtent pas de l'argent, ils rapportent de l'argent. 法国公众舆论研究所的民调指出，国民联盟以36%的支持率是徛第一。左派新人民阵线是以29.5%伫第二，马克宏的复兴党支持率敢若20.5%，因为马克宏实在真无受欢迎，各选区的候选人甲盟友拢求伊唔通出现，较免带衰因的选情。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欧盟伫6月25的时阵启动乌克兰甲摩尔多瓦加盟的谈判，虽然讲这时间有拖真久，也毋过嘛代表两国甲欧洲的整合有搁加进一步。另外，国际刑事法院是宣布要来抓罗西亚的前国防部长甲总参谋长，也那罗西亚是认为讲因家己就无伫即个刑事法院的管区内，所以这种行动根本就无意义。乌克兰甲摩尔多瓦进入欧盟，自古伫卢森堡举行的部长级政府之间会议正式启动谈判。The European Union said that they will stand with Ukraine as long as it takes, and now this is the first promise implemented. We will spare no efforts to achieve our strategic goal of becoming an EU member. 先启动入会谈判定书，敢若是有仪式性的意义。欧盟官方爱评估确定符合资格，才能真正展开相关谈判作业。加上欧盟的标准人权、各项必要改革，比如打贪、客观政治透明度、农业政策、海关规则等等，拢要符合标准。对于甲俄罗斯相战的乌克兰来讲，领土完整性会是变数，情势也较复杂。这场已经拍2年外战争会安怎结束？他讲，若登回北京特别好这冲突结束的美国前总统川普，也爆料已经奉函，就是分别用停止加增加美国军援做手段，逼乌克兰甲俄罗斯坐伫谈判桌。根据了解，川普对相关奉函是正面回应。俄方表示，任何结束战争的计划，拢该用国际法做基础。Там, де сьогодні знаходиться лінія розмежування, ну не лінія розмежування, там де йдуть активні бойові дії, це виглядає трохи дивно, тому що це Росія знаходиться на території України, це Росія порушує міжнародне право. 国际刑事法院25宣布，用反战争罪甲危害人类罪做理由，对俄罗斯前国防部长绍伊古、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发布逮捕令。乌克兰表示欢迎，俄国官方是认为这种代志无啥物要紧，尤其国际刑事法院管辖范围根本无包含俄罗斯。公司新闻恩文玲编译。继续转来看国内即马新冠疫情甲流感是同类流行。疾管署6月25就来公布，伫高雄有一个8岁的查某囡仔去得即个 A 型的流感，毋过敢若发病4天尔尔，就不幸来死亡。经过调查才知影讲，原来伊是无注流感的疫苗，所以卫生局就呼吁讲，目前即个新冠疫情甲流感就要进入高峰期，所以建议免疫力较歹的时代甲囡仔，就要赶紧去注预防针。囡仔排队等待医护人员替因注疫苗，流感疫情继续拖。25疾管署公布，高雄有一位8岁查甫囡仔，14因为发烧去看医生，确定得到 A 型的流感。落尾查甫囡仔敢若发病4天，17就不幸死亡，而且身躯边拢无人有相关的病症。卫生局调查才知影，这位查甫囡仔无注流感的疫苗。为8岁的男童，那他是在6月14日出现发烧、头晕的症状。
那经医师验快筛为阳性，那诊断流感，不幸在6月17日过世。那此个案经中央疾病管制署研判为流感重症的确诊病例。今年热天，唔但流感，连新冠疫情阁开始拖。根据疾管署预告，7月新冠甲流感会进入高峰期。医生表示讲，最近就一位囡仔，同时间是得到 A 型甲 B 型的流感，这波疫情会继续拖。囡仔因为抵抗力是较歹，可能会引起并发症，致死率会较悬。我们前一天还验出一个 AB 流感同时感染的一个小朋友，5岁的小朋友，他发烧39度，也非常的难受。或很多65岁以上的那个老年人，他们可能有慢性病，这对他们会有重症的几率是比较高的。自己的卫生做好开始，然后打预防针是一个预防的效果。根据疾管署统计，今年全台流感并发症的病例有858例，有164位死亡。高雄市有75例，其中65岁以上的时代有70%拢无注流感的疫苗。卫生局嘛呼吁民众，若是高危险族群的民众，要量早注射。记者钟义辉、邱昭勇高雄报道。桃园市的中原文创园区去年11月开幕了后，这民众反映讲，园区内底软硬体拢设备了无介好势，所以文化局来回应讲，其实园区下半冬都会来办真济活动，会积极来招商，也那这个停车空间也会伫今年7月初完成改善。园区内底是空空无啥人，人讲是桃园版华山的中原文创园区，真正是中原营区，开幕超过半年。有民众反映讲，园区内底硬体设施、甲相关的配套无周至，宣传嘛无够。这个文创园区是要慢慢培养，慢慢的去招商，对不对哈？可能还要多栽植一些树木吧。这环境是感觉还不错，如果真的有心想经营，应该是可以经营起来的。因为这边离中立好像也没有很远。但我感觉宣传好像不是很多。在停车场出入口的道路画的是双10黄线，而路底的道路并没有开通，所以也就是进入这个路段的车辆也只能够违规压双10黄线回转。另外嘛，批评园区附近交通的配套也无周至，停车场外口车路尾线有陷阱，若一个无细致就要吃罚单。另外，民众若骑家己的铁马来，嘛无所在通插顶顶。批评市府赶要开幕，相关的配套是做甲真落错。今年的总参观人数累积也达到40万人次以上，可以说创造非常不错的效益。那下半年度预计也还会有119场以上的展览、表演、市集。文化局表示，园区今年顶半年已经举办超过250场，休困时啊来参观的人，平均每一天有甲8346人次，而且嘛持续招商。引进特色的产业甲文创业者，持续提升园区使用的效益。停车场出入的管理系统、停车指引的标示动线，会伫7月初10进前改善完成。记者综合报道。枫叶保护协会伫去年8月到年底这期间去到高雄后硬溪来检查，发现讲这当地除了工业污染以外，河林2000多地粪扫有8成拢是塑胶干仔，也是讲饮料杯啊，甚至是塑胶袋啊等等。所以市政府就表示讲，会重点来巡视，好好啊检讨改善。20名调查志工团队来到后硬溪，慢慢去粪扫嘛，加上空气机，确认到河川废弃物热点的所在地。枫叶保护协会定期进行河川废弃物的调查。去年第一届检视后硬溪，发现点宝溪还有后硬溪，除了工业污水，河川中粪扫总量大约2839地，大部分拢是一届性的塑胶制品。大部分的废弃物还是累积在出海口居多，那以及河川的部分就会累积在就是路桥经过的地方，被民众恶意弃置一包一包的家庭用垃圾。这个调查为2023年8月到年底完成后硬溪、西洋溪、点宝溪、河花段，还有出海口拢总103.5公里的调查，嘛发现后硬溪川轨甲真侪河川拢同款，拢是人为所弹的塑胶管仔、饮料杯，占着河川段的粪扫将近8成。这都是从上游飘下来的，其实这里应该是没有人会丢垃圾。有人丢对啊，就是上游啊，上游不知道谁。有知道热点的话，就是说我们可以比较容易有效率的去做清理，水位比较低的时候，
那可能它的一个垃圾累积量会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拉一些拦污索，阻止它的一个垃圾的往下游去汇集啦吼。上午等于王爷溪下游，也是当看到水面上飘着一寡粪扫。市府回应这个调查，等于是对着点宝溪、王爷溪进行健康检查，检测出来的热点会加强着巡检的频率，未来嘛会针对着排水设施进行着清理的工作。记者王刘婷、陈hen坤个报道。再来看宜兰罗东林业文化园区的地木池，因为含这个恶残的狗仔有烧烫，有一寡人伫咧外口放生的这个鱼仔，就会对这个水流收入来到遮。即马内底已经有40多种的外来种，已经严重来影响到原生鱼仔的生存空间。所以林业署就规起来办钓鱼比赛，开放互民众把外来种的鱼仔全部拢钓起来。把钓管游出去，开始加线，无计四脚伫水底游，向外来种的鱼仔来食。林业署宜兰分署2日早起，伫罗东林业文化园区的比仔举办钓鱼仔的比赛，请70个人来参加，做伙清除比仔内底的外来鱼种。泰国鲤啊！这尾泰国鱼虎有40多公分长，比赛开始无偌久就去用钓起来，攻击性真强。等测量记录了后，就会回收过制作，成做鱼肥。来参加的民众嘛分享钓鱼仔的美感。譬如说我用这个是拖拉机的，那就是它会比较会激起他们攻击欲望，因为它是外来种，他们的侵略性比较高。技巧就是模拟这个假饵，让那个鱼虎外来鱼种泰国鲤它可以把它吃下来，我们再把它拉上来这样子。罗东林业文化园区的比仔，因为甲阴残的大牌有烧烫，加上民众乌白放生，经过调查，发现已经互泰国鱼虎、甲猎鱼科等要40种外来种的鱼仔入侵。因为这鱼仔是真大只，严重影响红目蜇仔，甲这鱼等原生鱼种生存的空间。所以林业署连续2年举办钓鱼仔比赛。厨方是曾经有做过一次是全面的网捞，那全面网捞部分把外种移除，但这样的控制也只控制了2年左右的一个族群量，它就全部又恢复成一个原状。林业署表示，过去捌用真侪网仔来捕，想要把这外来鱼种清除，不过2年了后，因的数量就搁恢复，可见别人有外来种入侵，要恢复原地的生态是真困难。办钓鱼仔比赛，除了要控制外来鱼种的数量，也要甲民众宣导唔通乌白放生的概念，做伙来守护生态。记者综合报道。巴黎奥运伫7月26就要来开幕啊！即届除了运动比赛以外，嘛有文化奥运。伫比赛前后是拢总有要挖2500项艺文的表演计划。咱台湾嘛同款受到邀请，拢总有2组的即个团体要去到法国表演。今仔日副总统萧美琴就为这个艺文团体来鼓励，讲是文化互咱的国家伟大，所以希望讲会当互世界来看到台湾的多元价值。三人关的贴图还是创造焦点，这个表演团体表演马戏的一部分，展现出女性的力量甲美感。因今年也是要代表台湾去参加法国文化奥运的表演团体之一。这届的巴黎奥运除了运动，嘛特别强调文化。台湾计共会有22组艺文团体要去到巴黎进行60天演出。拜三副总统萧美琴也来为这艺文代表受大项定数鼓励。以往台湾在奥运的参与，大家比较关注是在运动赛事的耕耘和冲刺。那这一次，我们很高兴能见证更多的美丽，更多的艺术。我一直相信，经济让国家强大，而文化让国家伟大。巴黎奥运自7月26开幕，台湾的艺文团体自7月27开始连续10多天，会伫南威的园区内底的台湾馆进行表演。今年咱国以自由之声、都市风华、当代新艺和世界共融4大主题，包括秀琴歌剧团、阮剧团、原住民歌手阿宝，也有变装红袖尼菲亚等等，拢会有表演。看到这次的团体都是在台湾各个不同艺术团体的精英，然后包括舞蹈、包括戏剧、包括等等音乐，然后我们只有从这样的表达去区隔我们跟其他国家的不同。我们也很期待看到台湾文化在巴黎。很多法国人对台湾文化有兴趣。台湾加油！谢谢。
文化部表示，这届的文化表演，唔那是要甲咱的台湾选手学演，嘛唔望甲世界分享台湾伫咧民众自由、性别甲无义等等多元价值的实践。记者卢尚珠、谢桂林台北报道。为着要互学生囡仔伫学习的时阵会当有无共款的刺激，新北市邦桥的文德国小是定定邀请专家甲老师用台语来甲囡仔上课。校长就表示讲，这款做法，若对囡仔是有正面甲积极的影响，对老师来讲嘛是互相交流的好机会。准备，开始，1、2、3。那像咧耍日月球的方式，甲球球入去壳架内底，比看啥人入上济球。这多数拢是用回收的材料做的。长期在新北市各学校支援本土语言课程的黄竹霞老师，拜日受新北市文德国小邀请来讲绘本甲台语，互囡仔学做七套物仔。接来，一起唱啊，无问题，这个头先讲过啊，拍手，拍这个。黄跳霞老师用绘本兼拍算的阿嬷来教一寡台语词，也因为这个绘本主要是在讲各项物件拢着爱少了，伊希望用算的方式，互囡仔来学台语。囡仔做弹只球，互伊去讲，这个物件壳仔内底，一般来讲咱是弹掉啦，啊，毋过咱收起来，互囡仔洗清气，互囡仔再来做七套物啊安尼。啊，较注重叫伊讲，爱开嘴讲。因为你语言，你若讲用算的嘛是会使，啊，毋过爱强调爱叫伊开嘴。文德国小的校长表示，为着要互囡仔学着台语课本以外的物件，学校有向教育部提计划申请补助，招无共联系的专家来学校，像布袋戏团、台语乐团等等，互学生用坐坐体验的方式来接触台语和台湾文化。其实，伫咧教育，就是为着互囡仔看到无共款的物件，我感觉这足重要的。啊，咱学校本来就是提供囡仔有各式各样的接触，所以其实我感觉教育部有互阮即个经费来支持这个活动是足好的活动。这个计划已经实行第2档，校长表示，有学校以外刺激学台语，唔那是看课本、读课文，囡仔和学校的老师拢会当学到真侪物件，透过互相交流和多元的教学方式，因认为这对台语教育有积极的影响。记者卢尚如、柯炳哲新北报道。下晡晡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回来了解。北部地区31度到36度，中部地区是30度到36度，南部地区32度到37度，东部地区是30度到33度。外岛地区28度到33度。以上就是这则台语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